县客委会将在明年的3月要成立一个客家的电视频道。以客语发音的电视频道即将在明年3月成立。由于经费有限，以3亿1000万元经费打造一个电视频道并不容易，因此客委会将以委制或交由地方政府制作的方式来播送节目。电视媒体係千重要一個傳播媒體嘛，所以當然希望講透過傳播媒體來傳承客家嘅文化，來介紹客家嘅特點，來創造一個多元文化地位一個互相了解嘅一個同重要嘅一個頻道。一天播6到8個小時，首輪播出後再重播2次，以客家事務為主，採客語發音，將豐富多元的客家文化呈現在觀眾的面前。民視新聞何乃強、陳小青台北報道。苗栗县南莊鄉有4%的人口是客家人，文史工作者莊嚴回家鄉記錄南莊的客家歷史。拿着相機走遍大街小巷，用影像和文字記錄南莊鄉的點點滴滴，這就是文史工作者莊嚴。幾個月前，莊嚴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回到家鄉開始文史記錄。像我同咧故鄉嘅地方吼，變到更加有永續發展嘅可能性吼，所以藝術上講做嚟南莊將這個學到嘅東西吼，那麼來協助台南莊嘅鄉親啦吼。莊嚴說，南莊的自然景觀的確很美，不過卻缺乏深入的人文特色。透過一個業在組織聯誼將安尼文化的深度的放落去省里漢的中央來做，但是呢為本來每天人入來的時間呢有更多的感動。美景加上人文，讓的客家風情彩繪了南莊，也豐富了旅客的心。民視新聞何乃強、陳小青苗栗報道。苗栗飯店業者最近突發奇想，將客家菜跟日本懷石料理結合在一起。把芋頭切絲，可惜下一塊油炸，香噴噴的炸芋頭不一會兒功夫就做好了。芋頭是苗栗的特產，在做法上加點創意，一道客家懷石料理就這樣出爐了。普通因為烏嘢的特別就是煲排骨但是煲排骨看香他們看香按住了改善從日本的牛排鍋煲中央來炸。這道冷酒是客家婦女坐月子的補品，結合日本懷石料理的煮法，端上台面成了客家懷石料理。所謂懷石料理做當季的特產，當季的所有的食物冇入蔬果來做嘅，開發出一種客家懷石料理。傳統菜色，創新做法，讓客家菜跟上流行的腳步，以迎合更多遊客的口味。民視新聞何乃強、陳小青苗栗報道。